配合台南400举办这个老树的巡礼那从7月10号开始，第一场是到9月28，总共办理了15场次的老树巡礼。那这15场的话，包括12个行政区，我们是希望说大家来找老朋友的那种心态来台南玩，来看一下老树。当然你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看文化古迹，或者一些你饿的话，可以来吃我们台南的小吃。我们另外的话有出专书跟所谓的绘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这342棵的树木是接下来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也希望说来了解我们政府机关怎么来医治它，来进行所谓的树木保护的议题。台南市农业局这边有这个机会来办台南400森林活动会当引起大家人对着城市的树木的注意，唔是逐层做好，但是咱会渐渐愈好。这就是讲一个咱台南市的幸福啦。因为要栽种树会当利用这3个字，爱有正长的时间，咱爱有需要正有的眼见，才会当来选择栽着一丛好的树出来。咱南部因为气候足好就足济树实是拢正好，栽伫对的所在，栽对的方法，较会水，较会好。但是栽伫新道树，伊是完全无好。但是呢，伫这个旷快所在，伊会大甲足久。大家都问说树到底要怎么样的保护它？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台南公园来说，你会发现树为什么长这么漂亮？您可以望眼望去，它的根章可以在土地上很自由自在的扩展出来，所以它可以长得很高大。那人们在树荫里面的这个舒服度，相信大家也有感受。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老树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至少不要轻易的去刮它，然后砍它，甚至塞垃圾。只要做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老树都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的用心，让我们的夏天可以更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些老树的关系。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怀老树。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农渔地景老树巡礼。我们在台南400年的现在，我们当然是要找出一些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那老树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流连忘返驻足的地方。那台南现在列管了300多棵老树之外，其实有很多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这个跟我们台南市府农业局来这个呈报说我们还有哪里地方有老树来鉴定一下。像我背后这棵菩提树就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相信这些列管的这些老树都会获得很好的保护。可以看到像它这棵菩提老树，不管它的周边的环境，或是它可能枝叶根系的生长，都会得到政府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保护能够让它不会被受到人为的破坏了。那所以我想老树巡礼总共有15场，遍布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密切关注在我们农业局的网站。那希望一起来共同来保护老树，爱护老树，也希望延续我们台南古都这个老树的生命。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7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昨下晡一阵大雷雨造成眼眶部分路面严重积水，对此议员陈秋平甲立委陈天辉做伙会勘。立委表示，因为眼眶有真侪新旧的部落，对中排到小排真侪接讲大细，雨一大透白哩，就真容易塌掉的，所以要求市府相关单位一定要彻底解决。昨下晡的一阵强阵雨，造成眼眶地区真侪路段来积水。对此，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陈秋平接到不少民众订正，上午马上邀集市府公务水利等单位来会勘。第一站对眼眶保生宫来出发，因为头前第20线中山北路两边的排水，西边是中排，但水却排到东边7、9的小排，因此只要是降落雨，
容易透袂赴来积水。住户表示，一礼拜已经清了2、3届。规间内底吼，到便所吼，规个啊个灶卡内底吼，规个拢总淹入去啦。啊，上个礼拜一也是这样子啦，哈。啊，我都安尼反正安尼做烦的啊，吼，是毋是讲？差不多30-40公分哦。你这河顶盘啊，只是拢伊遮落来嘛，啊，佮加一条迄个青埔沟，迄是有底阮做囡仔就有诶去沟啊。啊，迄拢落来雨若像即落只降雨落来，才是固定的啦。啊，我嘛无爱佮铺啊，因为迄特别的问题拢伫诶，伊嘛出向我会勘滚那边啦，迄拢无效的啦。对此，立委陈廷辉表示，针对公线的大小造成瓶颈的问题，立委表示，经费毋是问题，上重要的公线要优先来检讨，找出配套。永康因为它是新旧部落的地方，所以呢，在我们有中排接这个小排，在我们的排水系统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瓶颈，但是这些瓶颈都会因为管线的问题而造成没有办法去突破，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就是说，有些瓶颈管线的部分都应该优先来做检讨，所以我们要求说2个礼拜来做检讨，把这些管线要怎么迁移，要怎么做配套，否则即使钱争取下来也没用。每次都卡在管线问题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反过来做，先检讨管线之后，管线没有问题，我们协调所有的各管线系统来处理，然后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来争取经费，这样子才能做一些有效的这个规划，否则我相信永远如果都卡在管线，那是不是每一次的下雨，永康就要淹水？我们在高地是这边，高地是这边，然后就是慢慢下来，往东，这边会往东流，往东流，然后往东过永大路之后再分北跟南。所以这一块它比较属于高地的部分，所以伊若是有瓶颈段的塌的，还是讲伊流落来较低洼的，先蓄积，甲了啊流出。这边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上午的会刊包括立委、议员以及市府的官员，现场还有区长李煌新以及座位的里长、校长出席。最后，立委嘛决议，希望市府在2礼拜内提出公线的检讨计划，解决地方积水的瓶颈，然后再再协调各公线单位，并且争取中央的治水经费，希望能够实质改善积水的问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原时节，庙宇拢会举办普渡来祭拜好兄弟，嘛免不了烧纸钱。对此，环境部长彭启明特别来到台南，邀请公庙做伙来提倡新纸钱3烧的政策，鼓励民众以公代金。同时，环保局卖增加19位地点，互民众将普渡的纸钱就近集中烧，希望有效来减少空气污染。环境部长彭启明22号上午来到台湾守庙天坛，参与中原普渡美角节集中普渡好安心记者会，邀请公庙甲民众配合环境部所提倡的新纸钱3烧政策，同时兼顾环保甲传统信仰，减少空气污染，改善生活环境品质。我们推动这个新纸钱3烧，也就是说，它要适量烧。替代烧，然后能够更用环保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大家能够以工代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我相信现在因为随着全球暖化，这个空气品质越受到大家的重视，我们从这个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到，它这样推动已经造就成了大家非常的认同，同时这个用以工代进来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我们的神明也是会体会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会努力保护台湾的环境。政府尊重多元的文化，不是要灭乡，是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鼓励大家用新的方法，减少纸钱。右边迄个烧，你看到硬蓬蓬对不？那么要怎改成这样？各位看到外面我们有2个箱子哈。之前我不是用凊彩一个粪扫车，还是啥物袋啊去收，我是有设计过的箱啊去收。阮的资源回收车，这个也可能要跟部长讲，这个要专用的。所以县市政府我们来了很多的这个县市政府如果不够的话，请部长多补助，这个很重要。再来就是如果因为距离太远，你收运的话，能不能用环保金炉？
我们讲的气化炉，好像我们台南幅员这么大，可北的啊，可能这款会较适合。为106年开始，台湾手表团团伫请示用风上帝后，就实施以美代建的政策，到现在已经捐出10万包的白米，帮助弱势团体。差不多7、8年前，超过那个时候就一直在配合那个环保局、环保单位，台南市政府一直在做，就是减烟，还有很多的就以工代金的工作。优质化，还有呢金子少量以代金，不仅可以降空污，还可以积功德、助弱势，还有帮助我们的农民，甚至可以做善事保平安。所以真的有这么多好处，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努力去推广。市府环保局今年也甲专人福利中心合作，伫永康甲东区15个门市，加上环保局伫东区4处活动中心设置纸钱集中箱，方便民众就近交付纸钱。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原美国学校位伫中英路甲开湾路口1200坪商业区，因为110年政府将地表租予建商，前阵仔也无协调完成，拢无通知的向开工，后边将相当不满。虽然应居民要求举办公听会，不过双方面坚持意见也无度达成共识。建商伫110年标租着原美国学校2200坪商业用地，煞伫6月底，甲中英路、甲开湾路的人行道拢封起来，出现人车争道的现象。原本5月要开协调会，建商嘛同意跟居民做好沟通，煞伫无通知的状况之下就开工，互居民相当不满。逐工拢而家出入入无，安全最重要啊！因为我拢个带孙仔出来公园散步啊。他们没有通知我们，就把铁皮搭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人家骑脚踏车就摔倒，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坐轮椅的，也是。其中上大的争议就是建商甲地下室汽机车停车场的出入口设计伫开湾路212巷甲中宁路口。这个巷道拄好是里民出入公园的主要通道，当地居民希望建商会当变更设计。你交通局为什么当初你会核准？你在施工的时候，你的交通安全你要顾虑到周遭的安全呐、而且你地下道你要设施在那里，你根本都没有跟在地的里长、跟在地的声音去讨论呐，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群起激愤的原因在这里。准讲咱这处理口设伫个这个长隆路也是林森路，做有机会会把这个处理口拆掉的啦。拆掉遐就是咱讲的嘛，伊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愈较大。公听会当中，虽然来了8名里民到现场来听建商的说明，但过对着当地意见，建商嘛是无爱变更设计。强调依法动工的建商嘛无法度跟居民达成共识，最后双方以无欢喜散场。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为向台湾乡土画图的前辈何文基表达敬意，台南生活美学馆特别举办纪念展览，文化部长李婉嘛亲自来开幕，希望未来会当伫台湾推动100个文化基地。100画中画出台湾的乡土风景、农产生活甲传统建筑。本土美学建构者何文琪过身满周年，文化部特别举办纪念展，内容包括水彩、油画，还有古相片等珍贵的文献。何文琪先生的所有作品都启发了我，更深入的知道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人文历史是经历过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台南美学馆我也是第一次来，然后台湾美学馆也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一种文化基地。我未来很想推动，就是在台湾找100个文化基地。文化部长李婉上任了后，头摆来到台南，表示想要予文化部伫全台成立100处文化基地，就参像台南生活美学馆，串联南部企业馆区。其实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设造，还有整理，其实很容易找到这些点。然后我现在要的是这一点的资源，怎么样串联，然后活动给相连，然后吸引青少年、儿童来参观，然后最后他可以
变成一个文化的产值跟经济。李院积极走访各场馆，对未来整个文化政策有新的想法，希望连接各项文化软硬体，形成文化产值及经济效益。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南区国体除了长期推动社区关怀据点照顾，成功让老人在地健康老化。嘛，因为总干事李金超4月收集经济，结合资源回收来做艺术创作，除了成为中培创作来源，持续发展嘛以外，成为社区绿色产业。成功经营老人关怀的南区国宅社区，因为总干事喜爱种子，感觉丢掉可惜，所以四处收集，加上志工协助，越收越多。4年前将活动中心的空间规划一间种子工作坊，目前已经超过500多品种的种子，除了是长辈发挥巧思来创作的来源，加上结合资源回收，让废物再利用的概念，成就许多独一无二、难能可贵的艺术品，也让国宅化身都市丛林。这个可以成为我们长辈的课程。乐器吗？也这个不，这是创作，他们画图腾。我这个就变成长辈堂课，他们可以当这样。哦。比如说这是中海拔，它这是滨海植物。有没有？好，我们就用这样一个创作去参加，我们有得奖。沉香我。沉香啊？沉香树的种子。沉香是很贵的那种沉香吗？那个树，他们要的是树，他们不要这个，那我们就去捡他们不要的。我一直自己喜欢种植物，然后都会捡种子来种盆栽。那长辈很需要很多课程据点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教长辈用鸡蛋壳种盆栽。那种子就在我们活动中心后面有一棵椰子树，结果没想到长辈就开始真的种，还有让他们画脸谱。隔了不知道几年，长辈就拿了盆栽来到社区跟我说：“阮兜拢无地坑啊，伊大甲遮大丛，唔知要安怎，敢会当拢坑恁兜安呢？”然后就放在活动中心。那有的长辈看到一个人放，就全部也都阮兜嘛几啦丛，阮拿摕来好不？所以后来慢慢活动中心就很多很多的盆栽。那我们也开始对环境有一个想法，就大家开始捡了种子，又在开始推种子盆栽这件事。可是没想到越捡种子越多，然后整个活动中心所有人，包括老人、小孩、志工进来，全部人都喜欢玩种子。我也没想到我们的理监事跟理事长他们都认同，全部人都答应，一口就答应。后来我们真的就大动作的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然后开始收集种子，开始放到这一间会议室来，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种子学堂。总干事对每一件作品都如数家珍，因为养成习惯，利用上山下海一个一个辛苦捡拾的成果，很多单位也都感动无偿捐赠，希望让大家认识台湾原生植物之美，形成一种环境教育。同时为了导览，他也花尽心思研究，大家辛苦营造，已经成为社区产业的焦点。在没有经费支持之下，我们想到都是资源回收，所以你现在在种子馆看到，不管从种子也好，从它周边的很多设备，包括瓶瓶罐罐都是回收来的。那很顺利的，这间种子馆就这样成立了。那成立，我后来就觉得这样还是不够，我自己就针对社区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志工妈妈，他们好像对种子也蛮有兴趣，我就邀请他们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在这边成立一个种子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他们每个礼拜一都会来值班，每次来值班几乎超过5小时。不是整理种子，就是创作种子，创作文创。那目前到现在这个阶段，包括连文化局也看到我们，他也为我们安排艺术家来进驻到我们这里，所以也希望推展国宅种子文创这一块可以成为社区的产业。
国在社区成立种子学堂，认识种子的奥秘，原生树种的保育到爱乡土，也印证知名动保人士曾古德所说：唯有了解，才会关心，才会行动，生命才有希望。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台南400以后如何迈向后一个永续100年，拢需要咱共同参与。由文化局指导，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所举办的行动展览，目前正伫5园开展，希望结合有志来替永续教育找解方。以5000个黄色啤酒篮作为展场拼接的工具，寓意教育就像乐高积木般，需要一块块堆叠。距离2030年 SDGs 永续发展目标来到关键的终点，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透过18个永续设计培力行动，呈现教育大展。透过教育然后回应了关乎这个不是台南甚至于台湾，甚至于这个地球的未来的 SDGs 等等这些核心的问题。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些社会伙伴的串联，在2024年这一年台南400，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我们也对于这座城市的未来，我们也能够提出一些愿景，乃至于是实践的可能。我们特别设了一个跟成大永续创新社合作的告别前任，那他以台南400年的波浪设计了5个环境议题，那透过告别一个不好的时代，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有一些很有趣的，包含这个免费商店，这个废物的废，以共创方式引导大学生带领小学生，展现70位培力小男人半年来的创新成果，借由10亿创意社艺分组，以各种角度实践永续教育，另外更连结企业学校，建构完整的教育系统。100种碳生活，就说原本是农林渔业的废弃物，那经过我们的链接这个技术的改造，我们把它创造出它额外的附加价值，在都市里面创造一座一座的小森林，然后帮助我们整个都市做一个改变、永续的转型。为了加速文化内容与永续实践的共融创新，同时也规划不同主题与 TED 台南永续学堂等活动，广邀民众体验认识永续的重要性。记者说怀台南报道。现在餐厅龙虾就知影是珍贵的食材，不过18世纪的美国因为龙虾真济，成为感觉犯人的食物，甚至犯人各位逐工食到惊。对此，台南有一间餐饮业者知影这段历史以后，就发挥创意，特别推出龙虾犯人汤这道菜，未少消费者拢均生切讲，甘愿做犯人，逐工食龙虾。水滚下蛤蜊，壳一开马上捞起，接着主角龙虾准备下锅。龙虾呢，都是我们用真正的龙虾，我们是用那个青壳龙虾，一般又用波士顿龙虾，但是波士顿龙虾不好吃，所以一定要青壳龙虾，它有汤膏跟那个鲜甜味，就是说很新鲜的虾肉，然后直接再下去熬。以炭烤海鲜闻名的府城烧烤家，因为用料新鲜、口味独特，获消费大众喜爱。尤其这家店就开在成功大学附近，所以不少成大教授也都是这家店的常客。老板蔡玉玲某次与成大教授友人聊起18世纪的龙虾太泛滥，甚至给当时的罪犯当食物都被嫌，于是灵机一动，幽默推出龙虾囚犯汤。美国18世纪因为那些犯人都在吃龙虾，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比较不人道，都是给穷人吃。后来穷人吃到不吃之后呢，我们就是给犯人吃，所以犯人呢1个礼拜吃7天，吃到都被家属去抗议说你们这样违反人道。因为早期在美国的监狱的时候，18世纪龙虾是连穷人都不吃的，包括蛤蜊。所以我们后来有突发奇想说，现在龙虾那么好，然后我们就把龙虾跟蛤蜊做在一起，叫做龙虾囚犯汤这样子。囚犯汤的食材包含龙虾、蛤蜊以及豆腐，再加进日本味噌调味，口味鲜甜又营养。不少尝过滋味的消费者都开玩笑说，甘愿当犯人，天天吃龙虾。
它的味道还蛮清甜的，就是很新鲜的感觉。刚好里面的料呢都是我喜欢的。本来听到这个名字我不想吃的，可是我喝了一口，觉得真的是对，跟姐妹约在这里呢，突然觉得有龙虾，有蛤蟆，有豆腐，真的非常的美味。龙虾跟那个蛤蜊去熬出来汤，然后再加上豆腐，还有味噌，然后我们味噌是特别去用日本味噌，因为甘甜，然后又不死咸，它味道煮起来是非常的甜这样子。然后现在有很多网友就戏称说，那你就用龙虾来惩罚我吧，因为到现在龙虾是高级品，对，而且烧烤家采用的是青壳龙虾，是真正的龙虾。一般的外面的龙虾都是北美大蚝，像那个叫波士顿龙虾，它其实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其实真正的龙虾要像那种青壳龙虾，才是正宗的龙虾。老板蔡玉玲过去曾在成大攻读博班，他将知识化成力量，把研究精神也运用在菜色创新上，如同这次将美国18世纪的史实趣闻摇身一变，成为桌上佳肴。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感谢收看7月22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